大家好啊！又係我林耀江師傅，又到新一期易經金融呢個節目。上一期一如我哋預測有啲突然間嘅變數，但係最終咧都係同個佈局一樣咧，就係向上升嘅。我哋睇下今個星期嘅變化。今個星期咧已經去到501集啦，就由開始準備一啲新嘅節目俾大家啦。咁佢到時就會陸陸續續咁出咗嚟啦。咁易經金融嘅主體就係用易經配合金融嘅方法，點樣去演練一啲嘅推算嘅結果出嚟嘅。我睇下個內容啦。好，今次咧就係呢一組裏邊咧第156集啦，就係由8月24號到8月28號嘅。咁喺人生嘅本意裏邊咧，就有一個叫做持久之力啦。生活中咧，其實我哋有好多好多嘅唔同嘅選擇。咁點樣令到你能夠持久去做咧？其實取決咧就係你對呢樣嘢嘅認知度啦，同埋你中唔中意呢樣嘢，同埋用一啲比較科學嘅態度去處理就係你點樣可能做呢樣嘢嘅時候有個益處喺度。當你發現到個益處嘅時候，你先會擺多啲心機，啟動一啲更加大嘅能力啊，點樣去完成佢，或者最緊要我哋成日都講緊目的為本。當你有咗個目的之後，你做呢樣嘢嘅時候咧，你嘅持久力就會比一般人咧就會長勝好多。其實我哋鬥有時都係講啲就係鬥你少少同你嘅差異喺度嘅啫，成功與否就係呢個位置度。好，易經金融主要咧主體就由陰陽五行嘅變化，我哋個老祖宗講咗點樣去將唔同嘅變化嘅時候有種生克嘅作用之下，原來佢哋會有自己嗰個唔同嘅關係，咁啊用咗呢種嘅方法之後咧，再疊合埋一齊咧，變成64個卦象，64個卦象有64種唔同嘅思維模式，配喺唔同嘅位置嘅時候，可能佢就有一種啟示喺度，咁唔同嘅策劃啦、管理啊、行銷、投資啊，甚至買賣嘅時候，你都可以揾得着佢個關係。咁總之，你覺得嗰樣嘢嘅時候有需要用得着嘅時候，你就可以用易經嘅方法，幫佢掛出嚟睇個結果。咁唔同嘅學員咧，因為佢學嘅知識水平唔同啦，同埋有高低嘅差異啊，咁佢哋點樣去做好自己本分，點樣去增長到個財富啦？有一路學嘅時候，一路去領悟啦。咁做好咗之後，最緊要做到係善事，惠澤社群。其實福應呢啲嘢咧，就係當你做多啲嘅時候，即係福氣先會做得到喺自己身上。同時間又好容易諗到嗰個位置喺邊度。我哋成日都講嘅就係卜卦呢一樣嘢咧，就好多時有個機遇啊！你點樣揾到個機遇係咪啱與否，咁先得到個好嘅結果喺度嘅。好，我哋繼續睇落去啦。今期我哋個85集就係講一啲，其實我哋當眼屋嘅時候咧，有種位置我哋可能成日都會冇留意到嘅，就係原來嗰間屋背後可能前面有水㗎，有湖景啦，或者有啲好靚嘅山喺度咧。其實呢一種嘅方位咧，就係一啲好嘅位置，即係佢本身隔離咗都係一個好嘅磁場。如果唔係咧，嗰啲山咧可能有啲爛山啦，或者係一啲咧啲水又好污濁啦，或者呢條河咧又唔清澈啦，或者個水池經常都係一個唔好穩定嘅。咁呢種咧就屬於一啲唔好環境。但係如果你望到隔離周邊嘅環境，其實都係一個好融洽啦，或者氣場好的話咧，其實你喺度住嘅時候，其實已經變成一個好嘅風水位置。有時未必一定擺風水就得㗎，只係你揾到個好嘅環境，一個好嘅居庭的話咧，你全個組合裏邊啲人嘅思維模式啦、做嘢嘅方法，你都會改善咗。咁你亦會有一良好嘅思維去樂於助人啊、幫人咁樣。咁某種程度上就會做嘢咧，就會越嚟越順。未必一定要放風水，有時人咧呢個係環境學嘅因素。當環境好咗之後，你只係配合一種喺度生活咧，其實你就會慢慢轉變成一個好嘅氣場啊，咁做嘢就會更加順利噶。呢種係我哋風水其中一個基本嘅原理嚟嘅。咁啊，再睇下其他嘢。好啦，上期我哋講咗投資之道裏邊啲企業文化，今期我哋繼續講落嘅，其實就係啲內向同呢企業文化好有關係，就係話當戰爭發展咗有個企業文化凝聚力啦，咁。我哋就點樣去有經過戰爭之下咧，會吸收到地方唔同嘅人民啊、地方，咁點樣去令到佢變成自己一群人咧？其實就係用文化呢樣嘢，同去令到佢圓融咗。另外咧就係我哋叫做聯親啦，一啲新嘅下一代又變咗有新嘅思維模式。咁同時間啦，配合買咩咧？你嘅資本投資呢個世界好多時就因為有錢，啲人就會自前日出去一啲位置度去融合咗，就同心去發展一樣嘢。當你冇利潤的話，啲員啦、人員又好，人民又好，都會離開，所以呢個有個係重要嘅位置嘅。咁喺現代嚟講咧，就話點咧？就話你有同化的話咧，其實你要點樣去同步嘅效應咧？製造一個大家統一嘅角度咧，其實就話你喺個思維度咧，但係已經用一個公平啲嘅態度啦。當你收購完一間公司好，做企業又好，都要一個企業嘅文化，我哋個模式，譬如我哋嘅做法1、2、3、4，點樣去做呢種公司嘅策略係咁樣形式做嘅。咁新街嘅公司亦係咁樣，又係1、2、3、4，咁你就可以產生咗一種嘅協
協同效應，令到間公司好快成長。咁投資又好，或者係戰爭咯，其實佢都係想希望增加利益啫嘛。所以某種程度上都係可以一樣咁嘅模式去睇嘅。當我哋可以做到一啲舉一反三，你睇到呢種嘅模式，睇下你喺其他位置可能都係用得着。咁呢個咧就係我哋做呢個節目嘅因素喺度嘅。好，繼續落去啦。呢個係啱啱完咗呢個星期啦，當時嘅起點咧就係25,116點嘅，咁當時嘅卦象咧就係乾為天卦，配呢個天風後卦，咁喺嗰種情咧，我哋就呢度咧就寫錯咗，我哋又唔想轉啦。天卦就有種向上升嘅，後卦有種飄忽咧，但係整體咧都係天卦，整體全個星期咧都係由天卦形成之後咧，所以當時我哋佈局裏邊咧都係向上升嘅基礎嘅，咁最終都係升咗大概差唔多有900點嗰個升幅啦。咁你睇下嗰張圖像啦，呢個係啱啱完咗呢個星期嘅狀況啦。咁啊收市咧就係收喺個最高位，就係我哋全個星期嘅26,009點呢個位置。咁整體一路向上升咁樣啊。除咗星期2同埋星期3咧，就喺啲低位徘徊之後，星期4開始有個大嘅裂口升咗嚟之後，星期5又有個裂口一路繼續向上升，整體咧差唔多升咗係900點㗎。咁對比嚟講咧，就係話屬於一啲比較強旺嘅時候，因為我哋有嗰個卦象本身好強的話咧，佢就有個特徵，但係個成交量咧仲唔係好多。連續呢幾日咧，基本上成交量都係徘徊喺2500億左右度嘅啫。你突破唔到3000億咧，其實啲人咧仲係可能係收集區，或者一啲人咧係未穩定，所以先會有現象。所以你買嘅時候，最緊要揀一啲低啲嘅 PE 嘅組合，或者藍籌股去做定位咧，咁你贏面就會比較大啲啦。我哋睇埋個美國市啊，美國市咧就輪到咧有少少唔同啦，佢嘅上落咧都係大概1000點到啦，反而咧佢就喺星期4嘅時候就好大嘅差異，就係一個裂口跌咗落去之後咧，收市又係收一個低位，到星期5咧先慢慢補翻個位置喺度，同埋啦，因為佢個高度好大啊，5萬幾點嘅時候咧。隨時咧會有個調整咧2、3千點啊，好容易，所以大家要做一個叫防震嘅準備。大型嘅裂口嘅時候，你點樣安排或者做一個保護設施，呢個係最重要嘅。即係贏錢之下咧，點樣守住啲錢咧係好關鍵嘅。所以有啲人點解成日都贏錢，有啲人贏唔到錢，就係因為你唔識做一個我哋叫做止損，或者點樣去令到自己風險係數控制。贏錢固然重要，但係我哋唔會將一籮嘅雞蛋擺晒一個位置度，一旦咧有風險嘅時候，就全部都輸晒嘅。好，我哋再睇落去啊。呢個咧就係國內嘅市場啦。咁主體咧即係星期1、星期2就係個高位，星期3一個裂口跌落嚟之後咧，星期3係全個星期裏邊咧，基本上係最大嘅裂口就喺呢一度噶啦。整體嘅跌幅咧都喺晒星期3個完成，星期4、星期5只係徘徊喺個低位嗰度嘅啫。所以我哋投資嘅時候都好緊要，就係話咧，你買咗落嚟之後咧，要有個心理準備，究竟可能會突然間你跌完之後，佢係咪會即刻會升翻上嚟？有時唔會㗎，有時仲會繼續向個低位進發。咁我哋點樣令到你嘅投資穩陣啊？咁就係話，你當唔好買個量咁多啦，同埋將嗰啲嘢咧分成幾個唔同嘅板塊咧，譬如有啲係地產啦，有啲係科技啦，有啲可能係金融啦，有啲係其他嘅設施啦，或者係工程喺裏邊。咁當你分開咗嘅時候咧，好多時就係話我哋有個波浪嘅分析，就係有啲嘢向上升，有啲嘢就向下跌，但係佢哋好多時未必係同步嘅，即係呢隻板塊向上升，另外一個板塊可能向下跌，另外一個板塊咧就保持喺中間位置。所以當你有幾個唔同嘅板塊嘅時候咧，其實你承擔嘅風險可能就細咗。但係有咩問題最嚴重就係當一個市係全個都跌嘅時候咧，就算乜嘢板塊都會跌啦。呢種就係避免唔到，所以我哋最緊要做一樣就係點樣控制個風管啦。好，繼續睇落去。如果有興趣的話咧，我哋有個新嘅堂喺度準備上，就喺9月4號星期5㗎，咁就係7點半至9點半就係6堂嘅，就講一啲通勝裏邊嘅基礎運用啊、擇日啦、睇嗰啲春牛圖啊呢類嘅嘢啦。另外就係個個流年盤係點樣睇自己啦，都可以喺嗰個時間嚟學識嘅。咁就喺荔枝角上堂，有興趣可以揾阿張小姐報名啦。好，呢個係最新呢個星期啦，咁就係起點咧就係26,009點。咁星期1嚟講咧就係一個天雷無妄配呢個澤雷隨卦。無妄嘅定義咧就係一啲震動啊、不休啊。澤雷隨卦即係隨波逐流啊，都係震震盪盪。咁但係又唔係太空嘅卦，所以可能反反覆覆持平嘅態度比較多啲啦。星期2啦，就係豐澤中孚配呢個天澤履卦。中孚嘅定義就喺中間嘅位置浮浮沉沉啦。履卦又係呢種嘅，履卦就係反反覆覆上上落落，我重複答。即係呢種卦，呢張卦咧
係基本上係差唔多嘅，都係喺中間位置浮浮沉沉之間，係一個反覆嘅狀態，有可能升，有可能跌，呢個就好難定到個真實嘅位置。咁你自己買嘅時候留心多啲啦。到星期三啦，就係啲水雷屯卦配呢個風雷益卦。屯卦咧係啲危機咧、爆破咧、失敗咧或者係跌錢嘅現象，但係益卦咧就有種向上升嘅現象就好明顯嘅。咁就呢種卦象就好明顯，就有想先跌後升，有啲好強烈嘅震動啦，可能係平或者升嘅佈局為主啦。到星期四啦，就係支山地剝卦配呢個艮為山卦。剝卦咧有啲崩塌啊、跌下啊、或損失呢啲現象。艮卦有種阻跌啊、唔平衡啊，或者係停低喺呢個意思喺度。咁整體合埋一齊的話咧，可能就係崩裂完之後咧，可能最終係跌完啦，或者最好嘅結局就係平喺呢個位置，即係我哋琴日收市喺翻個位置嘅附近平喺度咯。咁但係跌嘅機會都比較大好多啦。咁另外啦，星期五可能係全個星裏面最有力噶啦，就係支雷天大壯配火天大佑。呢兩支卦咧都係我哋64卦裏面咧最強力、最有力量嘅卦嚟嘅，可能係一個轉勢嘅現象，乘住個勢一轉動咧，就係一個升上去嘅現象，都比較明顯啲嘅。咁啊睇埋全個星期嘅卦象啦，全個星期嘅卦象咧就係支火天大佑配呢個風火家人啊。呢個打錯咗字啊。OK，咁但係咧大佑卦咧就係向上升，向整體又有個益處喺度，即係個賺呢個利潤啦。家人又同心合力啦，見咗一個好嘅結果喺度，所以整體嚟講都係有種爆升嘅現象。配埋前面嗰5支卦裏面最後嗰支卦咧，前面嗰可能反翻覆，因為到星期五嗰陣先至過時咧，有啲人咧沉睡咗啦。咁但係嗰日佢先向上升都唔出奇。但係投資最緊要自己知道喺邊個位置，唔好過分嚇。有興趣咧，有需要咧，都可以打電話同我哋報名啦，揾阿張小姐啦。咁投資涉及風險，自己安排、自己部署、自己去準備一啲嘢，千祈唔好過分去投資。祝大家好運，拜拜。